你可以咩㗎？你哋6個都喺晒度啦嘛？好，而家雪平之後就 cap 翻張圖放上去，我 mark 時間就得。哇！一嚟就呢個係示範出嚟嘅，呢個係唔計嘅嚇，第一次係唔計嘅嚇，即係淨係俾大家知道究竟點樣玩嘅啫。同埋睇下大家睇下對手係點樣。唔好睇喎，睇下藍好啦，藍快啊！我睇韓星，韓星好快，因為好可以開始啦。哇！花花第一，雪平第二，喂，次子啱啱追過。點解我啱啱第一回彈嘅我？次子第二，其實第一名都會中好多嘢，所以睇下大家啲策略係點樣。雪平第一，花花第二，阿藍第三。喂，快啊，韓星！暫時最後2個都係好緊貼嘅，爭咗1/4個圈，頭尾暫時係雪平。等陣先，哇，都好近喎，兩個。最後1個圈，花花第一，雪平第二，次子第三，阿藍第四，二爺第五。喂，頂咁快嘅喎！星星反超，哇！星星第三，二爺第二，次子第一，最後1/4，有人完成咗啦！哇！真咩？二爺第一名，漢星第二名，次子第三。二爺偶像啊，第一啊！哇！新紀錄啊，佢係呢個係第一關咧，係全部人都可以完成到賽事嘅，即係大家嘅實力其實都係差唔多嘅。係啦，有策略嘅。有料到啊！第一個風係大家差唔多嘅啫，其實講緊啲時間。咁而家頭先嗰個咧就係明星賽嚟嘅。新嘅自拍照，唔該。黐線。係啦。咁呢個都係隨機嘅。而家係正式㗎啦，而家係正式第一輪嘅計分賽嚟嘅。咁完成到先至有完成時間啊！即係要衝過咗有個時間出先至會埋落去你嘅第一個時間嗰度嘅。咁麻煩最後幫我 cap 圖啊，花花。我啱啱冇 cap 到喎。唔緊要，頭先嗰個明星賽唔計嘅，係啦。好啦，咁就而家係隨機賽道定係要揀賽道？隨機賽道，道具賽隨機賽道。好。咁第二輪嘅就準備啦，可能小玲係咪度啊？準備咯，各位。準備啦，各位準備啦。準備。咁我睇二爺個直播先。呢個係都係頭先嗰個簡單嘅地圖嚟嘅。漢星第一，暫時領先啦，但係大家都好近啊。其實，如果而家有磁石就好啦，可以吸晒所有人。哎呀，食唔到啊！二爺暫時落後啊！哇！雪平第一啊！但係雪平、漢星同埋阿藍其實喺前面差唔多嘅啫，都好近啊！全部人都好近啊！垃圾花暫時最後啊！哇，都好近啊！全部都係隔離啫，只係。選手講完有啲水準喎。佢啲實力係差唔多㗎，唔會有我打嗰啲㗎。你睇下大家都望到大家㗎，你明唔明？幾激烈，黐線！黐線，真勁㗎喎！全部人都喺前後後，可能爭一個身位嘅啫，只係。唔似阿兔咁自稱 T2㗎喎。喂，等先。第一個圈完成咗啦，大家而家搶。喂，佢哋真係好癲啊！睇下喺隔離嘅咋，全部人。我黐線。係啊。
我仲要睇家爺有直播高清㗎，係啊，佢睇喺隔離，全部紅點都係喺附近嘅啫，講緊一兩個大家一兩唔好咁有個爺個直身播，嗰位。度低清咗。嗱，一中咗就好爭完，哎，嗱你撞一撞就即刻危險啊！不過都完成到啊，全部人都我咩撞一撞都唔係減速好多全部人都喎。 1分幾嘅黐線，屌，邊個係咪有仆街喺度病啊？喺度磁石啊？係有全部都知識啊！邊個磁力王啊？一分40秒屌！頂，等陣先，我唉起碼慢咗3秒先衝線。黐線，垃圾花係垃圾花，哇！呢個係有啲食屎啊全部都1分40啊！ 1400022，第二名係冇雪幾秒平，衝㗎。哇！好癲喎！第二名係係咯，差零，全部140。都差0點嘅啫垃圾喎。花啊！ 123，係咪黐線㗎？第三係哇140，喎，我點哇計啊？全部都計死四計分完啊！238，跟住就瑩瑩嗰隊，哦，即係之後先再考兩次打競速。你係最後嗰輪，即係你哋可以諗下點樣嘅，但係最後一輪